乡亲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本日福喜类呢个节目。今本日个好生活时间，我同大家来做乜嘅事情咧？来同大家吼看客家菜，然后用因来煮客家菜。讲到了客家菜吼，大家听说会有一种感觉吼，像你吼同路会上班啊、打拼做事嘅人吼，你讲客家优质啊，吼过一段时间个做啲专业无下哦，食到佢妈妈煮嘅菜，是会吃到很幸福哦。所以今本日吼，邀请嘅来宾哦，冇简单哦，记录客家菜吼，要动情嘅，你讲冉冉也好吼，感覺也好，感情也好，佢既係馬莎咧，其實你基本嘅個吼，特別來賓客家國人嘅主廚邱寶龍邱師傅吼，你講阿龍哥歡迎。各位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主持人你好。歡迎你嘅阿龍哥，阿龍哥做嘅嗬。做對，較早對客家電視台咪強樣。係阿龍哥，當叫麼咧客家電視送節目咧嗬。當叫咧，因為當無限嗬。沒有嘅機會啊，快送啊。係，冇愛講。基本上嗬，邀請阿龍哥來到節目地度嗬，看到阿龍哥嗬，動到嘅客家鄉親嗬，一點都不會覺得陌生，動熟了，因為。動球之前是看過阿龍哥做菜咧。其實哦，很可惜，今日總得到地步做菜俾大家看啊。真是。按用講係咪咁樣？真是係按用嘅，因為吼，大擺看到呢個邱師傅吼，鄉親沒有聽說有廣告哦。大擺看到阿龍哥吼，聽說係呢個廚師袍。廚師袍。做到吼，叮要喎，吼，摸大咧，一聽愛嘅，哇，該菜煮下以後，該種嘅。架勢哈是第一出來啊，是第一國宴主廚啊，坐喺香港，不過根本不一樣。提起擺看阿龍哥做到暗示喎。難得冇讀書吼，已經過了40吼，你身材變現哦，總得咧，係啊。你太謙虛咧，唔係啦，所以今日當難得哦，請阿龍哥來到節目地度哦，唔過哦，唔係來煮菜，因為阿龍哥吼，大家細條路大家來講一下，因為阿龍哥吼基本上吼會帶90。日出90日出，你講90日露菜嚟到節目地度，然後大家來分享。哦，冇簡單，鄉親朋友，90日露菜哦，91道菜，這個很多菜哦，在哪裡？在這裡。讀哪一篇？讀兩本書地度，所以你係阿龍哥基本嘅帶來，讓鄉親朋友分享嘅。一本做菜嘅書，係客家菜，嚇食物廚房。其實做一本書啊，冇咁簡單啊，冇傳承啊，冇傳承係重要，最主要係講，然後客家菜繼續傳承。我希望說，在年輕這一輩啊，能夠繼續傳承，這才是我們的根本之道。我想講，你客家菜啊，洗溫洗潮之外，怎麼樣吃出健康？少油少鹽，也會抗癌啊！所以講給我一個動力啊！其實兩本書，2年前開始出過一本咧。難回本，兩本研究差不多5年半，出一本書啊，就好比寫一個劇本咁樣，冇咁簡單。你要了解，你要了解講，台灣的客家，其實台灣客家人當道，2300萬。搞不好有500萬，不一定啦。那個隱形，講唔講嘅？其實客家菜當好食，用翻包裝，用翻來傳承，呢係最重要嘅。故所透過兩本書，還有比較特別係，還有請廖感媽媽，廖感媽媽私房不傳人料理，咁樣厲害呀！平常時你可能煮些很懷念媽媽做乜嘅蘿蔔糕啦、發板啦，也係鹹甜板啦，也係水板啦。佢想是都需要誒。真是。六樣基本因為6樣嘛，炒紅布還是豆腐蝦紅布來時間，差不多10點嘅時間豆腐蝦攞兩本書一日用飯口來看結果我看到時間的時候，我肚子好餓啊，肚臍動搖啊，吃到講哇，其實做得是到了地不都會出來，真的非常嘅懷念。其實要當到媽媽用麥啊，佢講阿龍哥你會做高水板哦，因為大風板哦，然後因為做嗰種嘅鹹甜板等等，即係講，你係愛較做啊最拿手。是。最拿手，你一下冇背哦，
还少很多。你像该食板条啊，可能北中南东差不多。啊，一种下油，冇下油，啊，要下鹹，冇下鹹，哎，差別點點啦。好，你講而且嘛，狗水板啊，還有一碗一碗的水板，用那個瓷碗，那種古碗，凍小誒。誒，歹勢，我有試過呢，我啲凍鏡講我試過，因為講啊，年紀有試過，所以我冇試過。頭排大擺吼，國小下課嘅時間吼，讀國小嘛，下課轉業冇下嘅時間，是咪用因送介茶啊，來買介水板有冇？因為我是做得賣一碗婷婷，所以吼大擺攞嘅時間，誒，你是蝦味還是甜？我就要跟你講這個小故事，冇騙大家哦。我在那個車子前面吼，你一定要上去救麼？因為我是做得賣一碗，我對我想講，我到底係賣香嘅，就係賣甜嘅，因為我就是香嘅吼，當到就菜脯。頭油很好吃，凍好食。我還有種甜誒，凍好食，好好吃。上面有個鐵頭粉，係用烏湯做啊。你講，冇錯。我一半甜嘅，一半鹹嘅。做唔得啦，你是做得賣一碗婷婷啊？啊，其實有試過嗰種一碗嘅吼，差唔多超過40歲。師傅講有試過碗係超過40歲，拍什麼？誒，冇。其實我未試過，較早吼，正經會迄阿婆啊。阿婆會叫我下課，佢講我都是要嘅，我講我是甜嘅，今日是甜嘅，稍多是鹹嘅，我係嚟煮碗咯，我嚟講，佢照心條啊，這樣脆好是最好食嘅，你到下酒啊，可能是冇咧啊，我今日照心條是高爐去過嘅，先，我就阿婆講，阿婆我下酒我食一碗鹹嘅，好啦，我。其實我跟個阿婆講，佢賣水板。你阿婆咯，佢賣水板，阿婆講。係，讓佢溜碗啊，我孫女食啦。哎呦，很香咗。都好食啦，你講佢甜味哦，佢係烏湯嘅，凍香。佢鹹味哦，你講佢菜脯啊。咪都好食啦，所以你點解容易冇？我大擺到喺茶送茶嘅面前吼，靠你凍久呢，我心肝就是想講，唉，我是鹹味啊，甜咧好。阿婆幫我一碗鹹味。提議嘅是個阿婆幫我一碗甜嘅，你下冇法度用食到咧，因為我少啦。你下外賣係當當唔時裝賣，係係當當唔時裝賣。其實用嗰種嘅 PVC 嗰種裝，有冇嗰種感覺㗎？沒有那種，介到呢個灰介穩重嘅咁樣嘅感覺嗬。哦，你下外時可能係請拜託阿龍哥咧，阿龍哥其實係做水板，做啲半眼熱雲麼？冇可能就喺樹之間做。講到重點咧嗬，其實嗬，你本書地圖嗬要九時去滷菜嗬，大家嗬係講上嘅是頭擺嘅種懷念嘅滋味嗬，是水板嗬，你本書地圖是要教大家用應來做水板哦，其實唔會當難啦嗬。其實當易簡單嗬。其實做出嚟係難。簡單哦，你可能因為上愛做，上愛做啲3打10啊，當重要，因為講啊，看啊，很難，要買很多菜，要冇到廚房嗬亂七八糟，你就唔上嚟做。咁個講說菜費嗬，到呢邊嗬，你所有嘅鄉親朋友係講要看呢個節目嗬，呢個鄉親咪天差咪低。對於你客家人來講嗬，什麼嘅來講嗬，法板、水板、菜頭板、甌板、風板、香板、菜包粽啊，菜包粽啊，風頭板，你可能喺嗰邊客相聲嘅貫口嚟哦。我風頭板，還有幹嘛嘅甌板，甌板，還有一種烘廳板，係烘廳板，因為加個嗆嗆嘅嘛個板，葉板，係冇咁錯，還有葉板哦，對，假魚啊，假魚啊，從呢發板該做嘅東西嗬，發魚咧嗰種係，發魚咧，聽埋講做塊體，雜起街做嘅板嗬，請問一下阿龍哥嗬，你同我講，知道我對你客家嘅板有一了解嗬？有，主持人未有識過哦。其實哦，你看你喺前仔講板啊，實在。站在客家版面的菜啊，1/3啊。其實客家美食啊，都有名。客家美食啊，它可以啊橫向發展眾多的料理啊。好，像主持人講嘅發板啊，韓國其實哦用菜單米，韓國糯米。韓國有啲用到飯手符，是做眾多嘅變化。真是嗬，因為講到你板呢件事情嗬，可能要當到後生嘅朋友啊，然後講到哇，客家要當到你講客家美食，客家嘅美食板呢種東西，因為我從細到客家種台，我嗌到爸爸媽媽強下到客家種
按台吼，所以吼习班吼对我来讲係一件當容易、當普通嘅事情。不過我讀台過後，我想啲講，原來吼客家人打扮吼係一件就你講吼當重要嘅事情，因為頭擺我唔啲，頭擺我專業時間過年我媽是做發班。我媽出發班嘅時間，我都去到街廚房地度，媽媽做埋飯，我媽講，咁你講咩？成日做唔得去，成日做唔得去。結果咧，我出去廚房要麼，我個個要熱氣，我講媽媽，你在做埋飯，我媽講，嗨，我就輕壓落咪出去要落來，因為做發班嘅時間不可以說話。哦，你做唔得講，做唔得講，咁解發班要麼，發唔起來，發冇講。所以我做發班嘅時間，我是講有意義個，我就跟媽媽講，然後媽媽。你教我做法板好嗎？我說這個法板好好吃哦，很好食哦，很 Q。我講媽媽，你教我做法板好嗎？我媽講好啊，我在旁邊學哦，會加水嘛，好，我講的不專業，阿龍哥再指導一下哈。媽媽講加水嘛，我講媽媽加幾多水？你知道媽媽用英愛嗎？佢講我唔知加幾多水呢？我是手錶落去，拉起來看那個經驗嘛。看那個稠度，然後媽媽是講，她說你看，安用改稠度有沒有？好，就這樣，安用改水是哪裡？我說如果愛走法班吼，不知道幾比幾吼，是用手一起來看它流動的稠度，我根本學不會。可是那是經驗，經驗啊。經驗，媽媽沒有再分加幾杯，她每次都是手拿起來看它的流動，看拿鐵意思講，再來一杯。他就知道了。我較早吼將做班啊，當然唔啲講，係用班客家人按來做班啊。其實吼，客家人靠山吃山啊，靠海吃海啊。你像喺北部嘅，因為客家人啊，從前有種屋啊，種屋媽媽從前譬如爸爸講，你要種一戶吼，也幾條哦，跟住買種糯米啊，韓國採到米，要不然他都種一些就是白米啊，買錢呢，種糯米哦，價值係唔好啊，古時候其實為種啲咧，按一家首先起來時節啦，來打扮，按打扮是為打個10多個年來講啊，最少5種啊，發班夜班韓國年糕啊，從前有最少5種啊。你講打扮要跟一定嘅比例麼？較早摸啦，頭擺摸，頭擺從前感覺錯咧，感覺對了，你板子錯咧。我哋講一張秘密吼，用班成員總得去看個發班。秘密。其實用班到你係後輩，我想用班人成員總得去看個發班，也係因為吹嘅因為農場嘅班啊。太農場嘅班嗬，係。我咪用一講，有可能很神秘哦，有可能哦，像伊嚟講嘅，該吼沒有一定的配方啊。佢講你吼做失敗不易看到，你有養冇養？做失敗不易看到。嗰是變乜嘅呢？加魚啊，反而佢因為健身啊，一定要發起來凍醬，凍醬。其實啊，較早媽媽做嘅飯嘅時節啦，佢會變嘅因為發酵俾佢發到逼到凍醬啊！後面你將你成日血血提起錄到天啊，你見開改啊，佢發唔起來，總得發，總得見開改。所以冇以干擾是錯咧。咁講嗬，要凍到嚟，大家都歡迎我，大家先聊下嗬，定下陣陣來